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15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之子。巴比伦伯沙撒王执政第1年的时候，上帝的仆人但以理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一个梦境。这样的梦境是提到了宝座，但不是伯沙撒王的宝座，而是那一位属于天的统治者，将来要审判世界的上帝。因为上帝不喜欢巴比伦伯沙撒王对他的轻蔑，也因此就兴起了4个不同国家的王来吞吃巴比伦的帝国。但是呢，最终上帝将要统治所有的国王的领域，因为上帝是万王之王。但以理书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15节到18节记载了这一段的事情。巴比伦王伯沙撒的第1年，有一个晚上，我但以理做了一个梦，看见一个异象。我把那天晚上所看见的记录下来。有一阵风从4面8方吹来，袭起海面，又有形状不同的4头巨兽从海里上来。第一头巨兽像狮子，但是有老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它的翅膀被撕掉了，它被扶起来，2脚站在地上，像人一样，它有人的头脑。第2头巨兽像熊，用4只后腿站立，它的牙齿咬着3根肋骨。有声音对它说：吃吧，尽量的吃肉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有一头巨兽出现，它像豹，背上有4个翅膀，像鸟一样的翅膀，又有4个头，看起来十分的威武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第4头巨兽出现了，它强壮可怕，令人恐惧。它用大铁牙咬碎猎物，然后用脚践踏。它和前3头巨兽不一样，有10个角。我正在观察这一些角的时候，角中间长出另外一个角，这小角把原有10角的中间的3个拔掉。这小角有人的眼睛和一张说夸大话的嘴巴。我所看见的异象使我担忧，非常的不安。我走到一个侍从的面前，请他为我解释这一切。于是他为我解释这异象。他说，这4头巨兽是指在这个世上将要兴起的4个帝国，但是至高上帝的子民将接受王权，拥有这王权直到永永远远。上帝是从天而来的统治权柄，他不是属于这地上的，因为他是万有之上的上帝。上帝也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，成为人子，
将来要掌管世上的权柄。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这样的记载道：那从上面来的是超越万有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。他所说的也是地上的事。那从天上来的是超越万有，他为所看见所听到的作证，可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，证明了上帝是信实的。他所差遣的那一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把圣灵赐给他，父亲爱儿子，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。信儿子的有永恒的生命，不信儿子的不会有真生命，而且上帝的惩罚永不离开他。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应许那些凡是相信儿子的，就必要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这就好像约翰福音3章第16节、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信的人都要得永生。当然那拒绝的就必要如同巴比伦一样遭受到灭亡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赐下独生爱子，让我们世人能够因为相信、接受而领受救恩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见证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愿意分享主的爱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